到我要凭你丰盛的慈爱入你的厝，我要出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来敬拜。耶和华，求你因为我的对敌，凭你的公义带我，互你的路伫我的面前建立。即声请敬拜团来传咱来赞美。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伫礼拜早起，咱欢喜来用诗歌来学乐咱的主，请咱起立来用诗歌三角来学乐。刻在耶和华的心中，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先认识我们，并且将一切最好的要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唱第二首诗歌无价之宝，我们的名字已经在神的面前，愿我们能够做得更多的社区，为了教会，为了弟兄姐妹，也为了天国的事，为了众教会。我
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着彼来多林内受苦，顶十日过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咧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同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活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当心来祈祷。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你是真理、道路、活命。凡人若凭你的路来行的，会当得到永远的生命。主，你也希望阮有好的行为，会当照主你的旨意来行。了后，你互阮有好的旨意。伫阮每一个人的身躯顶，阮每一个人拢伊遐得到你的恩赐，目的是咧，互阮会当来遵探主的话，来行主你所欢喜的事，去找阮的肉体真正这样软弱，无法度照主你的话来行，佮求主你一边来赦免，求主你也互阮来谦卑伫主你的面前来反悔。求主的灵也是去客甲阮每一个人的同在，互阮伫阮的聚会，也是祈祷，也是读经，会当过来认捌主，佮会当愈来接近主，你爱阮做的事。阮来伫即个所在，来为了特别为阮身体欠安的会友兄弟来恳求，阮伫这个上需要主的时阵，会当体谅着主。你会听伫阮每一个人身躯顶，我来为着酒家，伊伫今日伫病院伫遐咧来入殓甲火化，求主你安慰因的遗族。我来为着伫昨昏暗时桂山节的爸爸也来帮助来温调，求主你也亲自来安慰因，互因伫上需要时阵，主你会听时时刻刻甲伊伫地。阮伫今年阮的教会侪时间咧来做，求主会当互阮每一个人会当通过主的旨意，同心来为着主你的圣工来努力尽心尽意来努力来做。只是求主你的灵运转伫即个所在，互蔡长老所咧讲的话会当理解每一个人，完全按主你的旨意来讲。只是阮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子来求，阿门。接下来请伴奏团来学咯。
然后看上帝话，也是今日的金句，第4篇23篇第6节。恩典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世人，我要永远徛伫耶和华的厝。即是咱蔡长老来讲道，今日主题是入捌上帝第2讲，亲近上帝。今仔大家来祈祷，望开主愿感谢你，互阮过这福分三角组织伫遮，做困起的加欢喜人，三角欢喜加哀伤的人，三角祈靠。做困起将你恩典降临伫阮的顶悬，圣神充满伫阮的心，互每一个人会当把握亲近主的福分，亲近主来得到主的怜悯，得到主的赦免，得到主的恩典。阮来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你们谢平安。今仔是一个真难得的机会吼，明仔载有人要搁对北楼，所以讲为着安尼，我今日有特别邀请，拜托伊来伫遮甲咱三角分享。有当时一篇见证，比几啊篇的讲道搁较好。我也无好认，他带你院长咧经祈祷时阵讲出来啊。昨暝我的长男过身，93岁。当时我有感谢主，虽然我真毋甘。总是看伊安尼拢到门床，安尼灌食，一边阮过乡在哭甲。讲伊看到伊老爸安尼用灌的时阵，伊就感觉讲，拜托千万你也毋通甲我灌，迄是足艰苦的代志。你煞了世间的劳苦，所以我较遗憾就是因为耳孔60岁，伊就已经唱耳人听，到耳孔听无。所以我一直要叫伊找机会，要叫伊讲主要所基督的道理，伊就听无，啊，搁阮。伊是足传统的世俗人的家庭。总有一个叫是阮丈母去到8月的时阵，迄阵大 COVID-19， 大家袂使看病。阮丈母半暝爬起来，一直记。为着安尼，我就甲医生讲，医生讲，你会使入遐去看，因足特殊的情形。我伫遐逐日去陪伊祈祷。伊暗时开始袂记，毋安尼尔。本来医生认为讲伊袂当出院啊，伫3个月前，伊竟然会当出院。然后逐日敲电话甲阮太太讲，我拢替恁祈祷，我一个点名替恁祈祷。伊决志要信主，伊甲我讲吼，我咧迄佛祖上，迄神明上吼，我一日吼突然间看着讲遐神明上拢无伫咧，变足长的啦，一支是物加足长的伫遐。啊，总是伊讲要叫人甲刷掉啊，阮舅仔，伊两点舅仔做迄大，伊拢认为讲啊，这袂使刷掉，对佛祖的足无礼貌，会袂抵应着后代。啊，所以讲为着即个代志，我想讲心较重要，咱毋是法利赛人，心较重要。昨暝阮真男倒来了，我感觉有一个好的机会，就是因为所有的亲戚，逐个家人啦吼，逐个坐伫遐，因为等足久的，时间拖足久的，几啊点钟。伫遐慢慢讲阮基督教的道理，啊，阮安怎去用个别礼拜。我讲以前咧讲的时，无人咧听，即边逐个拢足注意听的，因为是安怎？伊咧仪式是真够复杂啦。迄念要看布，着爱念啥物话，啊，着爱手买钱，着爱啥物啊，去到迄个所在，但是有一大堆的规矩，足济。甲毋讲啊，姐夫，啊，你基督教咧？我讲基督教，是靠上帝，是到天堂，甲上帝参甲做伙。我毋甘传是阮欢喜呀！啊，你敢无使个仪式？我讲阮的仪式就是敬拜上帝啊！伊种欢喜到迄个所在，咱时常在为着这样代志，伫遐咧拖磨，总是我无爱伫迄个人本仗义说面前惊多有任无冲突，我拢尊重恁。所以咧，逐个拄啊伫上日变过的时阵，拄啊逐个拄啊听了，足侪人拢讲，你敢信基督教敢较好呢吼？基督教，啊，恁咧，就阮确定要搁赶去讲要设灵堂，爱设灵堂人会来拜。啊，恁爸爸妈妈咧，阮若无咧设灵堂，阮基督教都变过了，我甲来个别礼拜。所以我个礼拜是真重要，讲我去参加，我感觉足好。阮2、3点钟是逐个做伙来，毋是逐个足强起来就处理。我感觉这嘛是一个真好，互阮传福音的道理。所以伫遮我要请一个北欧人。因为伊明仔载就要去北欧啊，来替咱直接做见证。伫遐甲咱讲，会当亲近上帝，你来珍惜啊！来，你想，来。
喂，好，跟大家分享就是瑞典的基督教。然后大家想到欧洲，就会觉得哦，欧洲一定是信仰很扎实，是大家都信基督教的地方。但其实瑞典不是，北欧整个都不是，或者说整个北欧信基督教或相信耶稣的比例比台湾还低。然后我再跟大家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情况。我先简单介绍，这个是我住的地方，就是乌普萨拉。乌普萨拉是主教座堂，也就是以前呢，就是以前住在这个里面的那个红衣大主教，是可以参选下一任教宗的人，就是他管理整个北欧5国的天主教。所以1129年10世纪的时候，我们就有第一任主教。后来他们就跟国王吵架了，所以瑞典国王不承认就是派来的主教，于是他自己任命了一个人。然后在1520年的时候，国王呢用异端的名义，把整个教会里面的人全部杀死，就是82个人，包含被派来的大主教。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从16世纪开始，瑞典跟拜占跟那个罗马的那个教宗就闹翻了。所以呢，在他杀死那些人之后，瑞典当时的国王就是古斯塔夫一世，他就写信给教宗，跟他说：“哦，我选了一个人，我决定让他当主教，你来按立他吧。”那个人是国王的弟弟，就是他就写信跟教宗说：“你就直接按立我弟弟当下一任的红衣大主教就可以了。”然后教宗就说：“我不要，因为这个是违反教会规矩的。”于是他们就正式的决裂。所以国王那个时候呢，就决定引进信义宗的教会，但他不是完整的引进，他只是称自己是信义宗，然后他把自己称为教宗，所以到目前为止，瑞典国王还是瑞典信义会的教宗。然后瑞典国王会任命一个他的好兄弟当红衣大主教，就是乌普萨拉大主教，管理整个北欧地区的信义宗，所以他们的教会就变成很混乱，而且他们所使用的圣经跟我们不一样，是用瓦萨圣经，就是古斯塔夫一世那个国王他自己翻译的圣经，加了自己的注解还有心得的圣经，只有新约圣经。这个发生什么事呢？我发现这件事是第一年我到瑞典的时候，我们到复活节之前，耶稣要进耶路撒冷城，我们是不是都会唱和撒那和撒那？这首歌应该是有和撒那的歌，应该要在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唱，但他们是在受难节的时候唱和撒那和撒那。然后我去教会觉得，不对吧？受难节为什么唱和撒那？和撒那不是应该早就唱过了吗？应该要在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那一天就要唱和撒那了。那就是因为他们的圣经跟我们都不一样，然后乱七八糟的，所以整个瑞典或整个北欧他们所相信的信仰是混乱的。于是我要介绍一个很有趣的节，叫做仲夏节 （Midsummer）。仲夏节是瑞典最重要的节。我们圣诞节只放1天，就是25号当天，24号可以提早下班，但只放1天半。但是仲夏节放2天，所以它是比圣诞节对瑞典人来说还更重要的节。那这个节以前是什么节呢？大家看到仲夏节的 logo， 大家就马上想到是一个十字架，对不对？但是瑞典人不知道为什么仲夏节要立一个十字架，反正他们每年就立一个十字架。然后我问了我所有瑞典的同事，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要立十字架，所以我就去学校的图书馆查，到底那一天是什么日子。仲夏节是6月24号，然后照改革中的教会所说，它是纪念施洗约翰的日子，因为在路加福音1章36节，天使跟玛利亚的对话中，他就有说，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那素来被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了，所以是耶稣诞生往前6个月的那一天，是纪念施洗约翰的日子。但是瑞典人忘记那天是纪念施洗约翰的日子，他们以为那天是什么日子？有没有人要猜猜看？这个应该猜不出来。他们以为那一天是纪念夏天到了，青蛙会在路上跳的日子。这个影片我没有放好，所以它没有出来。但是它就是像这样子，一群瑞典人就围着那一根十字架，有没有？然后假装自己是青蛙，所以要把手当青蛙耳朵这样。上面一整天呢，就围着柱子这样子，手放在后面，假装自己是一只青蛙，然后这样跳。
已经没有任何一个瑞典人记得他是纪念施洗约翰的日子，大家都以为他是夏天到了，青蛙已经出来跳的日子了，所以我们要庆祝是夏天的中间，所以叫做 Midsummer， 中间的夏天。但是它其实是纪念施洗约翰的日子，而且是预备耶稣6个月之后要来了，但是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这个是我所在的教会，然后这个是我的牧师自己翻的，我的牧师是一个英国人，所以他有一些语句不是很顺畅，那就是英国人翻的中文。那我的牧师他在台湾牧会过，但他不会说中文，一句也不会，会一点点啦，他稍微翻译了这一个。他在台湾牧会的时候，他的目标一直是到中国去宣教，但是神一直跟他说，你要回到北欧去做一个牧师，去做那边的福音工作，但是他一直不理解，因为他跟我们一开始的想法一样，欧洲应该是相信神的。他也那个时候也这样以为，虽然他是一个英国人，他并不知道北欧不相信上帝，或者他们相信的是奇奇怪怪的东西。于是他回到了北欧，他成立了教会，然后开始牧会。那我们的困境是什么呢？我们的困境第一个，我们有教会税，在冰岛、瑞典跟芬兰都有这一个税。只要你是有受洗的基督徒，你就要比其他人多缴一份税。就是平常我们5月缴所得税，对不对？那如果你是有受洗的基督徒，你要多缴一份教会税，就是你的税会比别人高。第二个是教会没有办法开户，教会如果要，因为北欧国家大部分是社会主义国家，教会如果要开户，每个月就要付保证金，保证金非常高，保证金我没有记错的话，是1个月要将近10万台币的保证金，银行才会让你开户，所以小教会没有办法开户。第三个是，他不让你实体聚会。我们 COVID 之前，就是疫情之前，我们是可以实体聚会，我们是偷偷在人家的国小跟人家借一个国小的那个教室在聚会。疫情的时候，他就不让我们聚会，一直到现在，他都不让我们回去聚会，除非我们自己买房子。但是买房子的话就要开户，开户就要付保证金，所以没有祖传留下来的房子的教会没有办法聚会。第四个呢，是有教育系统的敌意。就是这些小朋友从幼稚园开始，老师就会跟他们说：“哦，有一本书叫做《圣经》，圣经里面有大洪水的故事，那是假的。他们是写在课纲里面的，要告诉所有的小朋友，圣经所说的是假的。”然后最后一个呢，是他们用公务人员取代神职人员。我所在的大学乌普萨拉大学是天主教大学，但是我们的校牧没有读过神学院，他也公开的说他不相信耶稣。他就是一个纯的公务人员来取代神职人员，这个是我们的困境。但是我们要怎么回应这个困境呢？所以我用最后一页的 slide 跟大家分享，就是下面的英文是我们的牧师每个礼拜都提醒我们的。他是一个年长的，也没有年长，大概就是有点年长、有点年纪的英国人，然后他很要求这件事情，而且是很凶的要求这件事情。他说，英文是说 "No one can do everything, but everyone can do something"， 意思就是说，没有人能够有能力去完成教会所有的事工，但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做一些什么。于是我们教会立了这个规矩，就是聚会时间到，我们就把门关起来，迟到的人就站在外面做礼拜，因为你没有预备心要来敬拜你的上帝。如果你预备心了，你不会迟到。第二个就是，如果你在教会，你只是来了坐下做礼拜，然后就离开。第一个礼拜牧师会提醒你说，你应该为教会做什么；第二个礼拜牧师还会提醒你说，你应该为教会做什么。如果到了第3个礼拜，你还继续坐在那边只有做礼拜的话，牧师就请你去外面做礼拜，站在外面做礼拜。于是我们在这样运行了2-3年之后，我们的聚会是礼拜天下午的5点开始做礼拜。大家最高纪录就是在疫情之前，那个时候我们还实体聚会的时候，大概2点就到教会了，开始抢的要拖地的拖地，要扫厕所的扫厕所，要擦玻璃的擦玻璃，以至于到后来，因为我们人越来越多，你要提早来才能抢到扫地板这种舒服的工作，你要提早来2个小时，你才有办法抢到一间马桶可以洗。然后我们原本是借学校的一间教室，但是我们来服侍的人太多了，干脆把整间学校打扫完。
就是学校3间教室都打扫完，然后顺便帮他们厨房也打扫，帮他们公共厕所也打扫，扫到学校好喜欢我们去做礼拜，拜托我们去做礼拜，因为我们打扫的比清洁公司还干净。那我也用这样子来期许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把教会做得很干净，我们也把社区做得很干净，然后让社区觉得拜托你们来做礼拜的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一个见证神的教会。谢谢大家。本来我跟任香讲说，时间不限哈，你可以再讲久一点。那他可能他知道说，怕耽误大家的时间。其实从他身上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见证。他就是从台湾去的小孩，理论上来讲，在那个地方，既然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的存在，那么就干脆礼拜天也不要做礼拜嘛，赶快去做研究嘛，多的是时间。可是他还是积极的，甚至他们讲说，现在 COVID-19 用线上做礼拜，互相去联系。那 COVID-19 不见得是不好，有时候另外一个角度是让我们更加可以亲近上帝。昨天我岳父在半月的时候在殡仪馆，在二滨，我跟他们在那边讲，但是我也不会说去跟他们做辩论，因为我讲话他们还是会听，慢慢跟他们讲基督教的得救以后你要往哪里去。我岳父要往哪里去？我岳母已经知道，他一定是上天父的家，我们会相聚在一起。可是我岳父要往哪里去？他不是蒙主恩召，所以就觉得很难过。但是我相信有一点，他是相信耶稣基督，因为他在最难过的时候，一定讲说：“紧叫阿姨来给我祈祷，紧叫阿姨来给我祈祷，我挡不掉啊。”他听不到耳朵，他就是会喊叫阿姨给我祈祷啦，紧叫阿姨来给我祈祷。只要我帮他祷告，那天晚上他就睡得着。那上帝就在他们神迹，所以他们有看到他们的阿公、他们的阿祖、他的爸爸，只要祷告完这个姐夫祷告完之后，他就很平息，他知道有一个上帝存在。可他们就很怕说，如果我们敬拜上帝要把这些神位全部都搬走的话，会不会我们的下一代受到影响？所以昨天我今仔甲我讲一句话，我媳妇太安尼，阮爸爸妈妈死吼，惊这边的，惊咱这边爸爸妈妈死太仪式无共。我讲迄仪式拢大概想的啊，阮基督教无遮侪仪式啊，阮拢免仪式。我叫做真理，互阮得到自由；真理给我们得到自由。所以我都一封信交托上帝，然后我无任何仪式是安怎？因为已经去到上帝遐，我是欢喜啊。人的唔甘，这是一种欢喜的代志啊。所以我咧甲讲的时阵，大家听我讲，有影呢？我今仔专甲我讲一句话，有影呢？好，我爸爸妈妈死了足济，啊，在这边来着等于过生日，爸爸妈妈死。都无共款呢啊！仪式足济，对一个手尾钱啊，查某囝爱安尼摕四角，啊，过来安怎跪啊，安怎用啊，足济仪式的啦。我甲讲，阮基督徒吼，伊讲你免参加，不要紧，所以阮两个在边看，啊看了，但是你唔甘呢？迄一个人死啊，拄安尼变来变去，用来用去啊，有当时想足唔甘的时候，不要紧啊，得死可能唔知，伊先讲死。迄个鱼缸三二楼带过身的，伊拢跳舞呢，所以我对伊，我定讲爸爸，你放心去，我拢好，因为跳舞啊，总是伊可能啊，伊也倒伫遐想咱想讲，哦哟，我死就好啊，你莫甲我安尼变来变去，用来用去。我感觉那是足幸福的人，咱当亲近上帝，你亲近上帝，上帝就亲近你啊，迄是足大福分啊！你我今日人想。你讲伊个把奥念咧聚会，带去偷聚会呢？我去想着讲，苏东时入去中国大陆的时阵吼，我咧派中国大陆去遐宣教的时阵吼，真正拢爱偷聚会呢。到底聚会，我一定想着讲买条。迄中国大陆迄阵装塔吼，拢足侪买条的，摕米粉入去，啊做面包互因食。即阵的囡仔，你甲叫伊食馒头，食看卖咧，迄逐个嘛无爱食。吼，你囡仔食着馒头，安摕着馒头啊，摕着啊目睭安尼金哦。咱叫做食馒头，伊叫做素馒头，毋甘一喙嚼落。所以讲，去的当间无人敢分啊，本来大拢讲要食饭，大饭馒头做者是讲咱卖。
互因食馒头，反正伊有寡迄个玉米，有寡使咱食迄就好。米粉拢总互因为米粉爱用螺丝哦，安尼拖，像顶面讲出去陕西这边阮去阮古人教的遐青年期讲爱行3日，才当入去伊个装车。啊，半暝困伫底，真正我咧感觉困袂着呢。啊，困袂着，佫一部好有稻草。毋知我会感觉讲，迄稻草教了真羞。伊讲哦，教着足羞迄囡仔本来是足叛逆的囡仔，去到遐倒来了吼，他拄人常咧讲爱念咧摒扫，爱烧抢。伊拢提早来到教会，真正咧烧抢摒扫。拢提早7点钟来啊，教会安尼清啊，逐个安尼清啊，清气淡淡。啊，佮话人口仔来讲，无我以后佮罔饲一遍嘛好，无我拢佮罔饲一遍嘛好，以后都饲几啊遍啊，伊嘛佮佮饲一遍嘛好。伊讲侍奉是一种正重要代志。所以伫遐赞美，我伫遐坐的时阵，因伫遐讲要叫做使招魂，有诶无啊，足侪仪式诶。啊，向甲讲啊，爱有一个10箍有2个无，可能要跋杯啦吼，就要跋杯，我大拢找无我怎搭底下入来有啦，我只有20箍，但是呢，我讲你在跋杯呢，因为阮基督教的吼，你毋知跋有无吼？我是我天烦恼，因为我常常来摕跋杯拢跋无杯啊，所以讲我希望你跋杯啊无吼，毋知要等偌久，所以我跟伊讲无咱半暝啊，咱先倒来啊，无靠着因跋无杯吼，看咱无伫咧看跋较有杯无，啊无大煞免对，规暝煞免对，咱是足幸福的啦。我当时想讲，咱时常无来。到教会做礼拜，423篇，咱几个金句，咱拢足好背啊！我从细汉的时阵就怀念，因为后礼拜连续阁有2场，以前足强活的人过身，因的家属希望我对遐托出教会，对我甲因讲话，所以我临时后礼拜拜托基恩长老讲道。我常常想着，我细汉时阵，我的老母常常抱我到胸坎，423篇读了后。才还离开读台语啦吼，啊，这是国语，台语咱拢足好背，国语嘛足水的，咱做来读一遍。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灾害。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最后这2句，我们再读一次。读的时候用你的心，为你的下一代，为了全家庭。我们来读一次：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再一次，这个我改成我们全家。来，我们全家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全家，我们全家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是真水的一项诗啊！亲吻上帝，你会感觉伫昨暝伫计程车呢，伫二滨去到阮承德路的宿舍，是有一段路，伫遐的时阵，我一直感觉讲，主足听我呢。我伫安歇伫安歇在青草地上，安歇伫水边啊。伫对敌的面前，你甲阮摆设筵席，你一世人所当到的，主替你摆设筵席。今日阮食长老娘吼，昨讲人想要来做见证，特别透早就赶来啊吼。主是替人摆设筵席，咱看到每一个人伫主的面前，主替咱所做是啥物？担当你的苦痛。上帝是啥物上帝？咱现在亲近上帝，那上帝看无啊？咱现在亲近上帝，咱来知影上帝是活的，伊是信实的。伊是会甲你帮赞的，对抗对敌，伫对敌面前，伊甲你摆设筵席。伊要一世人有恩德甲慈悲对你一世人。伊希望你永远徛喺你耶和华的厝。这耶和华的厝，你讲我咧教堂那是耶和华的厝，不见得哦。
信徒两三个人所住即个所在，主叫因三甲做伙，迄就是教会。恁咧线上聚会时阵，咱踮咧看来伫线上聚会，两三个人做伙伫线上聚会，那个就是教会。上帝就要叫因三甲伫地。所以讲，恁来亲近上帝，同来亲近你咧老阿国，一再甲咱讲，一再甲咱讲啊，兄弟姊妹啊，恁来亲近上帝啦。人家国苏东是伊家己的阿兄嘛，哪有可能是上帝？刚开始嘛，存怀疑的心嘛，总是一遍一遍的经历了，伊才知讲，这真正是上帝啊！所以到伊上老的时阵，伊甲人讲：你来亲近上帝，你来亲近上帝，上帝来亲近恁。你的父母遮尔大的父母伫你的面前，你的老爸是遮尔的大，结果你无亲近伊，你要认别人做老爸。卖讲认贼作父，这样我们不礼貌。可是你们为什么不认那个最伟大的上帝做你的阿爸父神呢？我昨天真的很想跟我的岳父讲说，你有没有认阿爸父神做你的父神？可是我知道他听不到，可是反正他耳朵听得到，我就在耳边跟他讲：你要相信上帝，要相信上帝。反正那边也没有人，反正一个人就在他的耳边讲，因为我知道他最起码这3天之内都还听得到。我还会去跟他讲，你要相信上帝，你要灵得救。我们是有福分的人呢，我们可以亲近上帝，我们是有福分的，是佛的神呢。他是活的神，我们说上帝看不到，如果上帝看不到的话，你现在不能在这里坐在这里聚会，已经倒下去了啦。地球转的转，你就已经不晓得抛到哪边去了。他活存在。他从昔在、今在、永远同在，自古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人生这么大的人生，咱永远伫上帝怀抱内底，这遮尔的水，短暂的人生的中间，慢慢是你的受苦，总是你有阿爸爸通倚靠啊。所以我哋讲句话，天大地大，阿爸爸上大啊。为什么你无要倚靠阿爸爸呢？你去北欧的所在，你去我发觉讲，咱拢感觉欧洲是典型的基督教国家，英国、美国拢是典型的基督教国家。结果我发觉讲，魔鬼足厉害的呢。像圣经哦，有法度通一部分圣经，一部分甲你用无共款，给咱讲真啊，叫做认知作战，好，足恐怖的呢。迄就 TikTok， 迄个节目机啊 TikTok。一块尔，头前讲，佫真诶，其实后壁假。你袂前尾就一个印象讲，这真诶，说后壁假，你就叫袂伊啊。这真迷人呢。我相信上帝，你也相信耶稣。耶稣吼要佫再来啊！这耶稣来未？有啦，有佫来啊啦。佫来，阮这个教主就是佫要继承耶稣诶，迄叫做东方闪电全能神教会。这个就是耶稣，有的人家自称教主，耶稣是师兄，我是师弟。耶稣一直甲咱讲，世间的末日无人知啦，敢若爸上帝知，你乃相信这个事啦。所以讲，咱看讲你是阿伯啦，喊上帝啊，伊神的上帝，你讲这个代志的时阵，你讲上帝，甲咱问一句，咱直接讲我就是上帝就好啊。甲咱讲你啥物名啊？我自有拥有，我本来就有诶，你讲名就好啊。像咱即摆用耶和华，咱就讲吼，我开始研究讲这耶和华可能毋对去，所以咱即摆改做上主。所以我特别咧讲，特别咧修正是难丢来吟诗，吟诗恶乐耶和华变成难丢来吟诗，吟诗恶乐我上主。我就老向我小加咧哈。用心灵加诚实敬拜较重要啦。我甲总会沟通足久的了，我就提出信用预案对我讲，我实在足歹甲恁沟通的。恁无毋对啦，我拢感觉恁这无毋对，有可能一直耶和华的烦恼是毋对，总是这耶和华伫我心目中，像我有人甲我讲，你像我的太太讲，哈尼毋是伊的名呢，心肝宝贝嘛毋是伊的名呢，小宝贝嘛毋是伊的名，总是你心内是尊敬的名，袂使滥觞称呼耶和华的名，但是毋是叫你讲耶和华的名。你就学别甲改，我嘛毋知耶和华正式的名是啥物，我嘛毋敢讲。总是我用足尊敬的心
来咧称呼耶和华。我非常尊敬的心称呼耶和华，因为耶和华叫我三甲做伙伫地。阿伯人的时阵，伊是要讲遮济，伊是最主要要甲阿伯人讲，你所敬拜遮对，甲摩西讲你所敬拜阿伯人，伊三下国遮个人，你真尊敬的先祖，怎安怎过身啊啦？我还阁伫地，因已经过身啊，因为信仰真好无毋对，总是已经过身啊。你应该拜啥物？拜我还阁伫地的上帝啊！因为我是我的上帝啊，我是活我存在的上帝啊。伫上帝眼中，我是上帝囝儿女，配得安怎会当侍过我啊？叫咱信主的人会当称我阿爸爸上帝，这是何等大一项事啊！何等通骄傲一项事啊！有一个上帝通互你称作阿爸爸，啊，你竟然无爱！啊！你要认别人做爸，有当时我家己想想咧讲，我是较含慢啊，我才会想无。啊，遮尔大上帝，啊，咱无珍惜。你一个老爸万普有诶，啊，足值得你尊敬，又有庄严，啊，又慈悲，啊，是讲咱完全来倚靠伊的。所以伊是信实的上帝啊！啥叫做信实？信实伫咱诶迄个圣经所记的规矩内面嘛有信实。咱中间嘛有人开信息公司上市啊，做董事长。啥叫做信息？信，你这个人，互人有感觉你有信心，信是诚实，信是你的信心。让人感觉对你有信任、有信心，你是一个真诚实的。这是咱所得出来规矩啊，毋是我甲你讲哦，我这个人最有信用的，讲有信用，甲你讲的无效，爱互人看出你的行为啊。所以这个行为是真重要。所以如果耶和华讲我是耶和华，记录迄去的人，到咱遮的事，我甲大家讲一遍，伫耶和华面前没有难成的事，无难成的事。我这代志哦，这吼上帝是会足超凡的啊！啊，这代志吼，伊一定无当解决，啊，你都无当解决，你搁咧祈祷，你祈祷才有信心嘛。有信心祈祷上重要，像苏东西、阿伯拉罕。当着三个使者，上帝差遣人来，伊也甲别人讲：你吼，你的太太撒拉，本来叫撒拉，叫撒拉，要生你的头前仔囝。撒拉多边头前，我哪有可能？我已经遮济岁啊，所以我嘛是甲上帝祈祷讲，阮太太会当阁生一个袂？哦，哪有可能？上帝教咱遮个事啊！你真正生啊！上帝讲有就有啊！他拄啊，迄个人上咧做记者时，讲到伊丽莎白，加西利约翰的老母，苏东西，迄个撒加利亚在侍奉的时阵，其实甲讲，你要阁生一个后生啊！我哪有可能啦？实在讲啊，你毋相信，你就变个狗。上帝无咱遮个事啦，伫上帝无咱遮个事，所以我挑战一个问题：第一项，人上帝是要求人特别爱虔诚。常常咱敢问这个问题吼，我嘛常常咧笑，啥叫做虔诚？你敢有虔诚？做梦较虔诚，人像较虔诚，做某较虔诚，人际较虔诚，还是那个语文较虔诚，聪明较虔诚。虔诚是上帝看的啦，毋是你家己自称虔诚啊！像法利赛人徛伫会中，中间讲哦，我一礼拜敬这几日，我拢有10%奉献哦，我偌敬拜你，我偌敬虔的，安尼一个足敬虔的事，迄叫做表面啦。虔诚就是心内对上帝真正的尊敬，那叫做虔诚啦。所以现在上重要是啥？你有信无？你有迄个信心无？有信心的人才当。堪得讲掠伫迄个虔诚的边啊！你对上帝无信心，你要来讲你有虔诚咧？信心是非常的重要。人若无信心，上帝无可能欢喜啊！啊，我着信啊，罔信咧，绝对毋通罔信。你的信心有够野无？啊，你信心就有够暗。然后个人讲毋啦哈，毋但是信心尔，对信心佫上重要啦，要有行为啦。你甲讲哦，我对上帝足有信心的，但是你所看出来吼。批评迄个，批评即个，啊，夹即个无好，啊，夹迄个讲迄个会口酸后话，啊，夹迄个讲咧杂七话，像咱吼，有当时都迷信的，你来看，迄个艺人之家意气发官，足侪艺人的，大拢足爱去迄个教会，吼，
欣赏名星，上帝敢毋是明星？为什么你无欣赏上帝？你欣赏遐明星？好，念要入去吼，入去条件个，咱是拜托人来礼拜，因是吼要礼拜来，还佫挑选呢。我感觉上帝，阮当电话看到爱笑讲，啊你上到我活到82岁，好无？啊佫来咧，有啥物叫做明星？咱足侪人苏东时嘛是明星。你通袂记我妈妈结过20岁呢？苏东时我20岁时，听讲嘛是因兜，虽然我无啉无输遐因兜。总是咱每一个人，上帝予咱的日子啊，不管你好也善好歹，这拢是咱每一个人，上帝予咱的。总是上帝你安那要有行为啊，你要做出来啊！你有看到咱有一个新来的兄弟姊妹，你有啥物心情？你甲看讲哦，我是做足大个人，我大企业家，这个人爱送屁屁啊！我感觉大家也真好。好，我感觉吼，像咱美女节吼来到咱教会了吼，我看伊招呼人了吼，我感觉讲真诶足感谢主。伊是不管你好也善，看到你，只要你心内是欢喜个呢，迄个欢喜你会感觉讲伊是对心底欢喜的呢。伊迄拢无假哦，对心底就讲哦，你来伊就足欢喜啊呢。咱有这心理啊，每一个人伫上帝面前都值得咱通学乐。因时间关系吼，咱要请问上帝，咱会通过读圣经，通过祈祷，通过认罪悔改，上重要咱会通过啥物？服侍啦。伫服侍中间，咱才当真正体验到迄个彼此相听。所以这我要用一个，这个你来记得点。咱的婚姻吼，亲像冰箱啦。迄冰箱打开始吼，你的物件拢放到冰箱边啦，要甲保鲜啦。保鲜放了久吼，啊，就叫冷去。各位服侍嘛共款呢。人开始时，你信主足侪新服侍，哦，到有需要我用音响，到有需要我抒琴，到有需要我做任何项目，你有足侪心啊，一直做了就开始慢讲，啊，敢若我一个咧做，啊，这个人拢无做，哦，敢若我一个来好，迄管怀祭典吼，我咧我无啥啥，你讲我无啥啥，啊，你这个人拢无咧睬我，啊，开始做了久了吼，比安怎，先开始敢若变理性的服侍，啊，变惯咧，啊，佮着变老底甲的教会。无受无领，所以魔鬼咧开会时阵，上场甲咱讲一句好，伊咧开会讲啊，要安怎，互咱个互这个教会衰袂落，足简单诶，互伊足无用诶。你若无用，就是安怎，心就死去啊，心亡。你无用，心就死去啊。当你互你足无用诶，无用啊讲，啊礼拜日你才无来礼拜，哦哟，你毋知我即摆咧生理吼，无用气哦！我礼拜日就莫讲我礼拜，我咧一日24点钟都无够通用。借问你吼，互你真正趁足侪钱诶，感谢主，啊，过来咧，你是毋是有足侪钱通互囡仔通冤家？通互恁遐后生新妇通冤家？你趁咧侪钱诶时阵，伫人生中间你有啥物意义？我会当到路边搭食一碗萝卜饭，王永庆敢有才调？王永庆到路边搭食一碗萝卜饭，明仔载是第头版的新闻。我到路边搭食10碗萝卜饭吼，迄个报纸连甲报一字都无。这什么叫做幸福？所以咱会记你魔鬼用这个比喻，这个无用。你甲讲一样事，咱的无用就是拄啊正处于撒旦的恶。无用是魔鬼互咱一个上重要的武器，互咱离开上帝。所以咱每一个人爱亲近上帝，你上帝就要亲近你，请咱三个来祈祷。主我上帝，我真感谢你，阮知亲近你是何等大福气。我哋台湾会当伫遮做礼拜，阮来把握这个好好的机会啊！伫这纯正的信仰的中间，我享受上帝啊，百倍你的主爱，抱着阮的心。我的心满腹充满着欢喜快乐，主，恳求你是稳定，伫这个新的年，稳定慈悲，对阮每一个家庭到一世人。我来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这是像起立来吟圣诗第2首，应答上帝话。
阿姐，就能准备心来奉献。这是咱来公道。第咱酒驾兄弟吼，伊伫12月30来安息自怀啦吼，伫今日上午10点伫双语来举行入地礼拜，到火化安葬安尼。咱特别为着陈碧珍姊妹因的遗嘱来代祷，咱特别来为着昨暗时吼，那个桂香姐的爸爸来过身吼，咱来为着因的遗嘱来代祷，互因伫即个咧办即个来即个丧事的过程吼，咱一直主的保守伫因的身躯顶。第二，欧连乡弟兄吼，伊伫1月7咧个登记伫水电来求学，咱就为着伊的路程，也是伫遐求学来代祷，为着新城吼，伊就赶快伫法国，伫遐求学，来为着因的出外各种生活来平安来祈祷。第三，有时呢欠安吼，特别为了疫情，因的妈妈甲伊弟弟吼，伫大陆有确诊有一些副作用吼，咱来为着因的身躯来代祷安尼。其他为咱家己，也是咱的所认捌的朋友，也是亲人吼，若是有因为兄弟身体欠安，来代祷来代祷安尼。第四，咱有蔡心怡，吼，因为身体无爽快，搁因的妹妹，搁因的先生，也是因规家，蔡依林，吼，伊领导也有帮助的计划顺利所需要的，拢有做因的同在伫身躯顶安尼。咱为这几项来代祷，请即时咱来起立。
主基督运会，天父上帝听他，以及圣神的相通，时时刻刻甲恁三甲伫地，对即时起，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报告大先，请咱看今日金句，是记载伫诗篇23篇的第6节。咱请咱用台语来读一遍。恩典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一世人，我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咱用华语来读一遍。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跟随我，而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诗篇23。今日真欢迎刘凤珠姐妹吼，来到伫咱的会中来伫咱。伊昨有参加咱伫楼顶的足球啦吼，嘛有参加圣歌队啦。咱希望伊会当欢迎伊安尼会当定定来伫咱的教会来向咱来做礼拜安尼。了聚会后，咱伫有召开中秋会吼，请咱来留意。今日下昼2点半，伫咱天长老会府上咧举行家庭礼拜，咱请上济会当来参加吼，地址会较咱家来看吼。咱确定礼拜六嘛有小组啦吼，咱小组伊今日开始就咧真用迄个新眼观吼来做咱的分享的所在啦，会建材咱啦吼。伊这个最开始是创世纪，吼，第一章开始咱就伊内面，咱有啥物有看到啥物看到的，也是咱有啥物感动的，咱拢会伫迄个所在，伫咱小组的时阵会当来分享安尼。吼，咱今日中秋会嘛会针对讲咱从后礼拜开始，咱再来分组是毋是咧改变？吼，有今日中秋会去来讨论安尼吼。第三，咱来第四，吼，咱是圣经从天前吼，咱教会已经有推动几啊年啊啦吼。咱今日有完成3年，完成3年就是意思就讲甲规本圣经拢抄一遍的意思啦吼。咱今日有过兄弟，我念啦吼，确定嘛有准备小小的礼物，吼，咱请你牧师来颁发啦吼。我一个一个念，咱有念着咱就出来互林牧师来甲咱颁发呢。第一位是林牧师娘啦吼，林牧师娘。第二是陈国义长老。第三位是李慧茹姐妹，第四位是林慧茹。第五朱秀凤朱老师有来哦，来叶金安长老，来楚臭姐妹，泽伯兄，是阮哥哥是我个牧师安尼吼，有啦。
天创社今年开始第一季开始会搁开始写，啊，就是搁新的开始，搁轮一年，啊3年就搁写一遍，都规本线先写了吼。啊，咱有咧搁写的，咱甲民意讲者，啊，咱搁来增加啦吼，增加来写安尼吼。啊，上尾吼，咱第礼拜有就任式啦吼，啊就任式因为任命师我袂记写，啊咱今日补回来安尼，写好记丢啦，找一好来。第三位足球协校长林文林，啊第二位是圣歌队队长南平，然后圣歌队指挥贝如。等我一下。然后妇女团契会长李慧茹，三马团契会长欧仁金，贤青团契会长陈冠伦。咱上尾咱来请先歌队来，先歌队给你看，好，咱来做表演啦，咱就来请咱甲咱周围的来请安。